好，唔对，乡亲啊，准备过年，若去领钱，都要注意身躯边的细份人。台中5日警察分局拍这个防抢劫的宣导影片，特别邀请伫咧本土局做歹人的乌基陈清达来做抢匪，因为伊的发型是安尼乌恰恰，互宣导的影片是更加精彩。不过，这个乌基捌伫咧急诊室来拍医护人员互判刑，搁捌把警察拍着伤，为虾米会找伊来拍片呢？分局来回应讲，除了外形之外，嘛因为这乌基最近是积极咧做公益活动，希望互伊一个改进的机会，而且伊嘛无摕工钱，完全是公益演出。这个桥倒别人戴白色安全帽啊，伫银行外口一直看领钱的柜台，可疑行动引起巡逻的员警甲行员的注意。果然领钱的民众一个行出来了，伊随要共抢。你干嘛？抓到！警察！再放下！快来啊！随风日土骹，这是台中警方翕的防抢影片，虽然是演练，不过伊真正真后搬，因为伊真正是演员。你钱若紧唔紧摕出来还我？我是继续讲哦。伊是本土剧演员乌基陈清达参加乌日分局防抢影片的拍片，提醒民众过年领钱爱细致，因为一般伊拢搬歹人，互积极宣传影片，加真有效果。没有给我3年单你就糟糕了。伊毋若搬歹人，警察局嘛去过几啊摆，包括2013年、2014年有2摆拍医护人员被判刑罚款，虽然有回失的，也过当年又搁啉酒甲员警冤家，前科遮济，这个警方哪会搁找伊来拍宣传影片，敢是有特别的用意？他本人对之前这些不好的记录，也对社会深感抱歉。近几年热心投身社会公益既然他热心公益，而且对我们这个拍摄的影片是有帮助的。我们主要是把影片的效果做出来乌日分局解释讲，一方面乌基的外形真符合这个角色，一方面嘛希望讲好这个机会弥补过去的错误，而且拍这个影片乌基无摕钱，完全是公益的性质，希望讲会使回报社会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